乡亲继续来看气象报告。位伫南海的热带性低气压，早起8点增强为第7号的风台维帕。气象局讲，这个风台目前伫鹅銮鼻西南边的海面上，向海南岛、中南半岛的方向咧刷动。虽然未为台湾来，但是对台湾有间接的影响。明仔载开始，中南部、东南部甲恒春半岛有长影，花莲、台东甲南部明仔载规工拢有雨。若全台湾各地过道拢有雷阵雨。云图显示，鹅銮鼻西南方海面上白色部分就是今年第7号风台维帕，因为环境有利发展，伫早时8点，对热带性低气压增强变成轻度风台，拜时开始咧对台湾天气造成影响。它的外围的东南风，可能会在台湾的东部、东南部以及南部地区，可能会有一些迎风面的降雨哦。那因为台湾附近目前大气其实是比较不稳定的所以可能局部地区雨势也会比较大一些些。水汽增加，天气变加无稳定，东部、东南部、南部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者雷雨。估计维帕刷来的路径会持续向西北西，向海南岛、中南半岛方向移动，拜五就离开台湾。虽然无直接影响，不过这段期间加上南方低压地北移，全台水汽增加，午后雷阵雨范围嘛扩及全台。低压带慢慢的北抬上来之后，台湾附近的天气将会变得比较不稳定。到时候在东半部以及中南部地区，可能零零星星都会开始有一些下雨的情形。那午后雷阵雨的情形可能也会变得比较明显。拜时到周日，花东甲南部规工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午后雷阵雨也有可能局部较大的雨势，所以要提醒民众外出的时阵，上好是爱扎雨具，较保险。